佛的弟子啊，今天我们接到了您的家属很诚恳的邀请，来到你的身边，要帮助您来做助念。今天可以说是你福报因缘到了，而且我们所有助念的法师莲友也相当的荣幸，这是因缘巧妙的安排。俗语说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中途难生。这几句话透露出一个重大的问题，就是人要想听闻真正的生死大法，的确是相当艰难的。今天您马上就可以听到，这是多么令人庆幸啊！我们知道你是不会死的，因为你没死，我们才来助念呢。佛陀很明白地说，人死只不过是肉体无法活动，但是灵魂呢是不生不灭的呀。也就是说，人死只不过是外表，我们内在的本性佛性是不会消失，不会减损的。既然你的灵魂也就是本来的神识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，那么我们神识到底该去哪里呢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，一定必须要依照个人的业报随业流转，做善就去善的地方，做恶就去恶的地点，一点都不能马虎，一点也不会差错。所以古人说，善恶必有报啊，早晚一定到。因果既然如此厉害，我们这时候一定会盘算一下自己。多数的人做善比较少，做恶呢比较多，这是大家所了解的。那么依照因果循环，恶有恶报的法则，我们未来的前途确实值得忧虑啊。因此我们在一种自己陷入一个不利条件之下，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？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改变？有没有方法我们不受业力的束缚？那么这个问题呢，关系我们本身的未来，我们应该要慎重去探讨。沙婆教主本师释迦佛诚挚的介绍说，西方有一尊佛名叫阿弥陀佛，这尊佛用5劫的时间来找寻如何让罪恶深重，心性非常恶极，行为怪异，思想偏差，做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可以说是坏事做尽的大恶人。仍然有一个方法能使他不至于堕落，而又能往生净土，这么一个成就道业的妙法，后来佛陀找到了，这也是你我不会修行的人唯一可以依靠，免受沉沦恶道之苦的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尊佛，他要用最简单、最方便、最容易，而且最直接的方法，让肯相信的人都能脱离一切痛苦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要用成佛之后的名号来度一切烦恼罪恶的凡夫众生啊。
不管你是出家在家，你是富有或者是贫穷，老人或小孩，男人或女人，受教育的或者没受教育的，有社会地位或者是没地位的人，身份高贵或者贫贱，甚至于在世的人或者是已经过往的人，甚至于天上人间的人或者是地狱畜生的对象，阿弥陀佛全然不予分别呀。阿弥陀佛认为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佛性，只要能弃恶向善，保持清净光明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因此在阿弥陀佛的心中从未放弃任何对象，只要众生顺从他的大愿，念他的名号，发愿往生，他所成就的净土呢，那么他一个都不可以放弃的。他老人家为了完成名号的功德，用兆载永劫的时间，不断的牺牲奉献，舍身舍命啊，修万善万行，不计任何代价，就是要完成名号南无阿弥陀佛的功德威力，让此方世界、他方世界、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众生，都能因为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就能脱离一切痛苦。如果这一句名号还无法达成这个使命，那阿弥陀佛还要继续修持，不断的修，不管时间有多久多长，为了达成目标，不惜个人的辛苦，只有付出，不求回报，誓愿立志，此愿没有达成，终不停止。阿弥陀佛的慈悲是惊天动地呀，鬼服神钦，不仅菩萨佩服，连诸佛都同声赞叹。由此我们能深切了解到阿弥陀佛的伟大与慈悲，真是无出其右啊！难怪古德说，十方三世佛，阿弥陀第一啊！阿弥陀佛跟众生的缘分是特别深、特别亲、特别近，因为弥陀所奉献的一切，全部是为你我大家呀。我们千万不可以错失了大好因缘。如果我们不相信、不接受，也不念佛，我们不发愿往生，那么我们只有随业受报，前途堪虑啊！这可怕到极点了。世间的苦啊，我们都知道一言难尽。我们所知道的，活在世间的人，无一人能例外。必定有生的苦、老的苦、病的苦、死的苦、求不得的苦、爱的分离苦、五阴炽盛之苦、厌憎会苦，这种天气变化寒热之苦、天然灾害的意外之苦，我们情绪低落悲伤之苦，无法如愿顺心顺愿的这种追星之苦，还有碰到这种坏人让我们悲泪伤害无情之苦。只要投胎转世之人，必然会遭遇做这些过程。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希望面对，却偏偏无一个人能幸免，这就是世间的无常。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彻底明白了，在这一种无可奈何的污浊恶劣的环境中，有一尊慈悲广大、愿力宏深的阿弥陀佛，想尽办法要接引我们离开苦海。我们只要乖巧顺从、诚实的信受，
真诚的念佛，阿弥陀佛就依照他的誓愿放光普照，现前救度。一旦往生西方净土，世间的痛苦就此全部结束了。阿弥陀佛是苦海的慈航，阿弥陀佛是黑暗的明灯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生命的仙丹。无论何人念佛决定往生，只要你肯念佛，人人有身份，人人有资格，人人有条件。所以你一定要念佛。现在的人不管是海难山难、空难，在紧急的情况之下，为了性命的生存，发出求救信号，就是 SOS。 有关单位接获了信号，立即出动救人工作。如今我们同样处在罪业灌满、内心煎熬、因果临身、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赶紧发出求救信号，否则一旦堕落恶道，就万劫不复啊！目前我们正处在这种超生跟堕落的立即分判的关键时刻。谁能给予伸出援手？谁能给予解救？天底下整个法界之中，无一人有这种本事能做到。幸好我们在不幸中的万幸，我们求救信号就是要赶紧念出阿弥陀佛名号，阿弥陀佛自然现前解围啊！同时引渡亡灵你只超三界往生净土。到时候我们全部的不幸，所有的惊慌，就此永远可以斩断，得到永恒的幸福跟快乐。所以我们深切的知道，阿弥陀佛甘愿背负我们众生的因果，甘愿偿还我们众生的债务，甘愿承担我们众生的业力。只要你好好的念佛，阿弥陀佛甘愿为你付出一切。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可以辜负了阿弥陀佛的心意，不可以辜负阿弥陀佛的苦心亡灵现在你跟我一起念佛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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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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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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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